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春节档的电影。这一期是闲聊啊。为什么说闲聊呢？是因为我一部电影都没看，所以纯粹是闲聊啊。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节前被看好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一下就要铺盖。大家都知道我在节前就这个射雕，就这个侠之大者，就这个金庸专门做了个节目，什么侠之大者，是虾之大者眼瞎，乞丐守襄阳。我想那个节目很多人都看了，对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吧？你看观众买不买账就行。事实证明观众根本不买账你对比一下节前那可是喉舌新华社、央视下场为这个侠之大者宣发、铺垫、营销、鼓吹。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从那个放映前的这个态势看，那这个射雕侠之大者那绝对是要破纪录的，受到观众热捧。但事实上通过春节这几天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观众根本不买账，甚至有传言有很多这个粉丝刷票，就买了票人不去，还有很多地方票房造假。就这样依然失了风头，让哪吒二叫魔童闹海吧，居然让他叫脱颖而出。这个在节前哪吒二不是那么十分看好，我说的是相比较这个侠之大者没想到哪吒二脱颖而出我看了一下，刚才说他的票房已经42亿，什么概念？就照这个态势下去很可能要成为咱们有史以来国产片的票房冠军，远远超过战狼。但即使不超过，那也是很大的一个数。就是确实跟这个他的放映前他的宣发的这种态势相比，这个哪吒二的成绩非常亮眼。但是我作为瞎聊闲聊，我不是看好哪吒二。哪吒二的脱颖而出这么亮眼，纯粹是叫矬子里面拔将军，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我看媒体报道这个侠之大者他的成本在5亿左右。他这个成本包括宣发包括营销，包括拍摄成本等等，甚至包括这个院线那个保底的。现在很多强势的院线他要求你保底整个成本算下来据说也5亿以上说才能赚钱。那从目前来看这个侠之大者恐怕要赔钱呢。是为什么呢？我在以前的节目说过了。首先这个金庸这个小说它本来就是个小说，大家一看一乐就完了，但是你非要把它跟这家国情怀什么侠之大者非要这个扯上，这本身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什么乞丐守襄阳，没有办法勾起这观众的观影的欲望。人家花钱去不是去买教训，对吧？平常从幼儿园到高中到大学一路教育完了这个还要花钱就再替你教育，这个不是看电影，这属于有病。就是它就是一个小说，关键它已经改了很多回了，来来回回改，对吧？你自己不觉得不好意思，别人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确实有点丢人现眼。你说改了多少回，就搞得好像你一个号称5000年的大国，玩来玩去就这么一个 IP， 这个不是反映出你这种什么侠之大者家国情怀，实际上是反映出你的文化非常枯竭贫瘠，既没有传承的东西下来，也没有创新的，所以才导致这样拿着一个破小说来回炒现饭。这个怎么能体现出文化自信呢？相比较而言，这个哪吒这 IP 虽然也是个老 IP， 但是人家是动画片，人家创新，通过科技通过技术特效也是一种创意对吧？你这个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你是向金庸致敬是吗？对吧？这金庸他也经不起你这么致敬这反反复复年年致敬，人都被致敬走了，就不能放过他。我个人认为金庸到晚年恐怕对他这个什么侠之大者不会感觉到自豪的。说他内疚不内疚咱不好说对吧？作为一个文化人讲这种陈年童话，忽悠了一代人，你还准备忽悠00后是吗？把那个60后、70后、80后忽悠着跟傻子一样，你还忽悠00后？所以这个电影不受买账，观众不去看不买单，那太正常了。这是第一个从文化上说。第二个你就是真的让那个较真的观众看了之后恐怕也是一头雾水就是说你看郭靖他从小被俘虏的到这个草原上，他是草原上长大的，他跟那个什么华筝还是什么，反正跟蒙古贵族对吧还有关系，称兄道弟的。按理这样的一个人你应该站哪一边呢？这个一下就把观众给整糊涂了。论血缘关系你应该站大宋，但是论这个亲情养育你应该站成吉思汗呢？你说都纠结吧？这不搞得跟加藤老师一样吗？对吧？房子在美国，但是他要在大
大国，率领大国的小粉小红抵御美帝的侵略，这个逻辑有点像啊，就是神似。实际上这个看似荒诞不经啊，实际上它就戳破了这个我们本来的这个叫困惑，这些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所谓的保护这个保护那个，到底是保护谁？你是保护什么东西？就是乞丐为什么要守向阳，对吧？加州老师为什么把自己财产、孩子、老婆放在美国，然后帮着咱们守大国？这到底什么逻辑？是不是为了制造这种对立，他好从中渔利，对吧？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对吧？制造对立是为了体现我存在的必要，对吧？我统治你们是应该的，对吧？你们觉得接受我的统治，因为外面有敌人呢，所以稍微动点脑筋的观众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也看不下去。我刚才说了，这本身它就是个小说，大家一看一笑了之，但是你又拿出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宣传家国情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你这扯淡了。你拿一个小说出来给人讲道理，一个通俗小说，就像你拿这个水浒出来跟大家说啊，你要打抱不平，要杀富济贫，对吧？拿这个小说出来水浒啊给大家讲道理，不是一个意思吗？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帮编剧、导演、演员、投资方有一个算一个，他们并不是所谓的侠之大者，什么家国情怀，他们跟加藤老师一样，是为了再次收割爱国流量，因为前面已经尝到甜头了，对吧？战狼系列，对吧？战狼1、战狼2，还什么流浪地球，还有什么一大堆的，反正我有的没看过，有的看过，还有陈凯歌导了好几部片子。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战狼成功以后啊，找到了赛道，原来电影可以这么玩，以前那种玩法不行，你得体现出厉害了我的国，你得割爱国流量。战狼1成功了，战狼2再割一刀，后面什么流浪地球再割一刀，后面还有什么抗美援朝的那些系列啊，反复割，再割不好意思了，所以这帮人灵机一动，对吧？那割一回大宋的行不行？往远处割一割，对吧？你现在往现在这个割不太好了，因为这个你再割现在的这种啊，你谁是假想敌呢？你把美国当假想敌，你这现在恐怕出麻烦，对吧？也不利于咱们现在的国际环境，所以往远处割。你看看本质上啊，他还是要沿袭这个割爱国韭菜的这个传统，哪知道这一刀啊没割准。最主要的是这些00后现在观影的主流观众啊，也就是电影院的主流消费者，他们已经不喜欢宏大叙事，你说的这些家国情怀，你骗以前的人可以，他们现在已经不感兴趣，他们更多的关心自己，关心个体。什么侠之大者，本质上就是战狼4或者战狼的延续，或者战狼的前身，对吧？它的内核还是战狼，就这么一个东西，玩了这么多年，还想炸出血出来，只能说是不要脸，就为了赚钱，脸已经不要了。当然了，我今天啊看到一篇这个评论，是观察网专栏作家，他说这个徐克导演的侠之大者，为什么内地观众不买单？就是不认可。他这观点很有意思啊，总结起来就是徐克啊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从他标题来看，他说徐克的侠之大者为什么内地观众不买账，他这个标题就让人感觉到很有歧义，就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港台观众就买账，或者海外的观众买账。因为他说内地的观众为什么不买账嘛，那么他反过来你理解，那似乎好像美国观众还愿意看，或者是香港的观众愿意看，澳门的港澳台同胞愿意看。我想啊，恐怕港澳台同胞对这种题材啊早就已经没有兴趣了。他这个文章说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影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我这不是影评啊，因为我没看电影，我这个 IP 从他的动机，对吧？我从更高一个维度和层次来批评他，我不是看电影的本身，这电影的本身不重要，谁演的，对吧？怎么演的，情节是什么重要吗？直接跳过，对吧？也就是你这个动机，你这个利益就有问题。你请最好的演员演，最好的导演，你拍出来也就是这样，对吧？你请最好的编剧，你改最好的情节，讲最好的故事，你还是战狼4，只要是战狼4，你就是这个结局啊！这叫反噬，因为00后已经累了，对你这一套说教还想收钱，对吧？让人家花钱买教育，花钱去听这个教育，而且这个教育跟本身还没关系，这一套啊累了，倦了。他说总结一下，大概是肖战的粉丝追溯情怀和看电影只看大场面的观众认为不错，批评者则吐槽电影前面一大半是郭靖找黄蓉，黄蓉找郭靖的二人转，后面一小半是欧阳锋的魔幻攻击加郭靖嘴炮就能拦下成吉思汗，以及其他种种莫名其妙的情节，甚至有影评搞笑称本片讲述了民族英雄欧阳锋只身抵抗蒙古大军，被蒙古金刀卧底，郭靖所杀，大宋官兵欲趁蒙古阵脚大乱之际反攻，守将却被化妆为百姓的黄蓉实施斩首行动的仙侠故事。那就说明这个电影非常乱嘛，情节，对吧？那安排的要多狗血有多狗血。
总之啊，说粉丝和看电影只求爽的给好评，讲故事逻辑性和精彩性的觉得很烂。有人高呼徐克晚节不保，这我也不知道徐克以前有什么节啊，你都没什么节，你晚节不保从何谈起呢？我记得七剑下天山吧，还是什么，反正徐克导演的那电影就是商业片嘛，他有什么节不节的呢？对他来说，这电影卖出钱就是节，如果这个电影呢没卖上钱，赔钱了，那就是晚节不保，对吧？这个节对徐克来说就是钱啊。重要的是啊，这个观察网的这个专栏作家他说啊，在笔者看来，并不是编剧或导演水平下降，而是中国大陆的思想进步太快，使得许多导演说不仅是港台水平已经赶不上大众要求，也就是他说大陆的观众进步的太快。他如果追究的再仔细一点，这种差距不是今天才产生的，其中很多因素在30-40年前，甚至60-70年代啊就开始萌生，而只不过被当时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所压制，直到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和民族自信的增强，才一起迸发出来而已。你看看，本质上他说的是战狼5，对吧？你拍了个战狼4，观众要看战狼5，你看差距就出来了。你看他的作者意思是这个意思，他里面说了很多电影情节，咱就不聊了啊。我们只说他这个立意。这个作者说啊，他说既然标榜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么这个为国为民必须符合正常的历史和行为逻辑，这一点对中国大陆来说尤为重要。他说因为中国大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民众的教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从三皇五帝到满清民国，中间盛衰起伏、起因转折和结果，每一部分历史教科书都给出了详细分析。中国大陆的观众对历史都有宏观和逻辑的认知。霍去病、岳飞到杨靖宇，也就是那个智取威虎山呢，那个杨靖宇，他说看东北抗联的杨靖宇告诉我们，面对外敌时什么是民族英雄，钱学森、邓稼先等等啊，以身作则，让我们感受什么叫为国为民。然后重要的在后面啊，他说啊，香港因为被英国殖民的经历，没有完整的历史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教育。你看，一切都是你那个教育有问题。这个啊，有点高级黑啊，就是一个在大陆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人指责徐克你教育有问题，所以你拍不出战狼5，对吧？这战狼5只能由那个谁吴京来拍，只能由大陆导演拍。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是英国人掌握上层，香港本地人治理下层，实际上是一种半封建和半殖民的混合，只不过占了冷战对峙中大陆唯一进出口的口岸的关，被包装成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发达地区。但科技进步和物质丰富不能说明其逻辑思维的高级性，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对中国历史以及政治厚重性及复杂性的认知差距极大，只不过这差距早些年被中国大陆的贫困落后给压制住了，因为大陆贫穷落后，香港富裕先进，使得当时多数大陆人更认同港台所表现出来的理念。就像厨师做菜，大陆掌握煎炒烹炸、蒸焖溜卤等种种技巧，奈何材料不行，只能做出熬白菜炒土豆、干煸豆角烧茄子。看到牛肉汉堡炸鸡块，顿时惊为天人，而人家看见你满桌子土豆白菜，就算手艺再好，也只会鼻子里哼一声，心里骂一句乡巴佬。但到了今天，大陆已经搬出了红焖肘子烤全羊、开水白菜佛跳墙，香港再拿出牛肉汉堡和炸鸡块，那就只能招笑了。果然是观察热网出来了啊！就这个事情，它能扯到你香港已经没落了。你以前先进，那也不是先进，是因为我们还没发展起来。就这个作者他忘了，这个金庸好像也是香港的吧？他就是在香港写的这个射雕啊。然后你站在这个射雕上面，你踩徐克有什么用呢？就好像这个作者他安排一个大陆的导演来导演射雕，侠之大者就更好看一点。这是典型的啊，这是乌鸦站在猪身上。你看啊，说对于讲究一点正常逻辑性和历史观的观众来说，郭靖嘴炮拦下成吉思汗简直荒唐。这是两个民族的命运对决，是所有强国对外扩张征服的必然之路，是无可阻拦的历史大事，就被轻易的忽悠没了。你看，就是他在这个金庸的这个烂小说里面，他居然找这个合理性，找逻辑性。这个中间写了很多啊，我就不念了。他后面说啊，这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实在有点文不对题，本该
是历史武侠片，却变成了偶像魔幻片；本该悲壮兼残酷的民族对决，出现了理想主义混合江湖道义的逻辑；本该是为国为民的大侠，决一死战。你看，本该是乞丐守襄阳，结果变成了白莲花悲天悯人，真正应了那句虎狼吞日皆毙，善谈因果。你说对于理解了能战方能言和，面对侵略者只有奋起反抗的内地观众，这电影还怎么看？也就是这个作者他认为啊，你徐克导的这个侠之大者还不够侠，还不够大，对吧？你应该率领，你就是徐克导演下的《射雕英雄传》呢，侠之大者应该是郭靖率领那些要犯的，跟蒙古铁骑对抗，然后殉国。就像那个说远一点啊，就像那个二战的日本鬼子，那叫什么神风突击攻击队自杀式攻击。说近一点，那就是现在的恐怖分子啊，对吧？你得往那个蒙古铁骑上冲啊，这个才叫悲壮，这个才叫侠之大者。你最后你侠之大者靠你啊，郭靖一张嘴跑去化解了这个干戈，这叫什么侠之大者？就是要不你给我跪下，要不我给你跪着。你看这个就符合啊这个评论的这个人的这个调调口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就这么简单。这个也真是有意思啊，你嫌它咸了，有人还嫌它淡，有人还嫌它不够浓，也确实难为徐克啊，为了钱让人笑话了，让这个喉舌失望了。现在喉舌反过头来跟着这个票房啊，再来指责徐克，你没有导演好。侠之大者以身殉国。我为什么说这个哪吒他突然异军突起呢？一下票房啊40多亿，我也没看他，我不知道他拍的好还是坏，只是个动画片。但是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什么因素呢？就是因为啊年前这个喉舌下场，要营造出咱们是一个祥和的春节，然后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个国内消费市场一片红火。这个春节过得祥和，最主要的一个数字就是春节档的这个票房，这是最直观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如果这个票房铺盖啊，那你怎么说这个春节？一旦这个票房好，那么至少各个部门啊可以拿这个来说事，说明我们现在稳中向好的局面没有改变。所以节前就很多喉舌啊下场来给这个春节档烘托预热，这个大家都能看到啊。就是遗憾的是搞错了，就是赌注啊下错了，选中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来宣传，没想到这个是烂泥扶不上墙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气氛已经起来了，再加上春节啊，现在小年轻人呢，他也不愿意走动，也不喜欢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去遭受这个拷问呢，灵魂拷问。为了避免这样尴尬的时刻，所以他们难免啊，总要3-5个好友或者是年轻人情侣啊，约着去看场电影，这很正常。结果大家对这个侠之大者口碑不好，很多人就去看这个哪吒2，有的还看封神。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啊？这个院线呢，它的排片跟那个抖音跟那个短视频平台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机制叫强者恒强，赢家通吃。就是你这个电影啊，如果口碑好，上座率高，那么你这个排片就越来越多，就是排的场次多啊，而且好的时间段就拍你这个电影，那这样你的这个量就越来越大，这个正面评价越好，他越把你往前排，你的场次就越多。这样你看啊，叫赢家通吃。这个流量向头部集中，结果啊，这个侠之大者口碑一下就差了。这口碑差，就节前他没放，我就已经说了，对吧？这种电影不会遭到别人观众的喜欢，不会受到观众青睐，事实就是这样。那哪吒2就脱颖而出，哪吒2的排片恐怕是侠之大者的几十倍，排片越多，看的人越多，越多好评越多，火借风势啊，风助火势。我觉得这是哪吒2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拍的不错这一块，我没看。我也不知道，不想评价。封神呢，因为我去年聊这个西游记，对吧？对封神榜对这个还是了解一些，但是我虽然没有看过封神榜这个原著啊，因为封神榜它成书啊比那个西游记恐怕还要晚几十年上百年。在我的印象中啊，这个封神榜就是咱们再说大一点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虽然5000年文化啊，但是我们这个对上古的这个神话呀，我们是没有体系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来自什么山海经，什么女娲补天，什么盘古开天辟地等等啊，都是支离破碎的，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大家想一想明朝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对吧，基督教各种教都在中国传，必然啊这个西方的那些神话体系啊，它就传到中国。但是一看我们自己的神话体系扯不清楚，有佛教有道教还有其他乱七八糟教。那么明朝恐怕就有人呢闲得没事，就类似于后面的梁启超一样，他就坐在那儿，他想把中国的这个神话体系啊给他捋一捋，好歹给他对上。所以你要看封神榜就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是后面编的，就是先有道教佛教儒家啊，还有前面的上古的那些神话，后面才有的封神榜，在这基础上他们生编的。所以很多人看了封神榜去评价封神榜之
之前的那些神话故事，那个神仙系统，那纯粹是对吧？你搞错了方向，拿后人的尺子去量前面的人。但是这些东西啊，你不能较真，对吧？你就是当个故事看完就完了，对吧？你就看里面的情节，看里面的这个制作，你不能认真的去探究，一探究那是漏洞百出啊。但是无论是哪吒还是封神，它的效果就或者它的票房都超过这个射雕侠之大者，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割爱国流量已经不是那么好割了，还想轻轻松松的靠一句口号，就让这些小粉小红，或者说就让00后去掏腰包去感动，这个时代过去了。前不久啊，在泰国有个演员从泰国对吧骗到缅甸，就这个事情，很多网友点名道姓，要求吴京出来讲话，要吴京出来表态。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动向，这就是反噬啊。可悲的是这一套的玩漏了，好多人还执迷不悟，还是想一条道走到黑，还靠这些来给这些小粉小红正能量打鸡血，靠这个来遥遥领先。我甚至在想啊，如果没有春节前这个喉舌下场帮他宣发，或许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还没有这么惨，这纯粹是帮倒忙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